好的，口感还不一样。对的。因为的话，你还吃了，你就可以做。ก็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คือเราไปทอดเด็กก็ถั่วแล้วก็ต้อยได้ก็ดู对，好，那这是太。这样的那个多重了。我一会儿真给。没地方选。好的。买的没地方选。这很多啊。几点？这个là thay cho cái kiểu kia thì nó đã có lấy kiểu kia别你中了，他对了，你中了还行嘛？他节目给电话，他到对了，他跟那个我喊了嘛。他比较，只是这拿个皮儿。完了给顶个蹦干着了。对啊。